哟。给过没人？你打么个？俺米是你打么个？就我来，最多咱钱哪有咱俺米的过嘛我有那最多钱么？打么啊？就我来。考2年吧。最多钱么？考2年吧。西嘎住呢，有200零多。我是的。对的对的。干啥用的？那个。我发现那个人丢的，让去到还多的。那个要毛不？行。让他打的钱对不对？你谈他马车开车说的，你看我说的，咱给俺要来钱对不对？然后看他头多跑的把人家的下。但是还给出门就得羡慕，可对伢多，可对同学那个。伢们俺每天挣嘛的。但你说你羡慕巨大怕？都是些的啊。住！他静悄悄地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。人给俺有想多，可对不起。我们爱的没有错，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。他说无所谓。哪里呗？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，微信了，微信了。等不到天黑，你哪个拿到钱？会太完美，回忆烧成灰。就你把我肚子在俺家这种，俺孙女叫俺老长说，让你给人家这多跑肚子拆掉啥？但俺做就那句呗，俺子。人家说话肯定是给的吧？说个没多，俺说不多，俺得了不叫俺的可钱钱。绿叶在跟随，放开刺痛的滋味，今后不再怕天明。我想只是害怕情